2025年，台湾正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每5个人当中都有一个超过65岁。部分的长辈想要颐养天年，除了爱维持身体健康，可能爱个烦恼大的问题。根据卫福部老人状况的调查报告，65岁以上租厝有困难者比例超过23%。咱的记者实地采访高龄租厝的族群，发现独居弱势长辈找厝租厝的过程特别辛苦。未少厝头家一听到要说厝的年岁上大，马上拒绝。就算透过社福团体协助有找到厝，但是环境的品质嘛无介理想。为着要来解决老人租厝的困境，各县市政府企社会主体虽然有规定爱甲其中的40%提供予弱势户，但是老人族群就要甲低收入户、甲身心障碍者来竞争。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咱就来探讨长辈要租厝所遇到的困境。老年纪大一点，你可以吗？哦，没有了，没有。 60岁以上他就不要，如果死在这里怎么办？我们今天是老屋换区。你的社会住宅要多优先给高龄者，最容易被歧视跟住不进去的一些弱势的族群。上年岁该住倒位，高龄者的居住权长久不调，甚至无人要紧。租你房子就想到钱啊，钱了以后你生病了，他怎么办？困难的也无变啦，等来就倒哩。问几岁，就差不多说不要啊，这样好了，你年岁那么多了，我这边这里也不方便。 租屋市场对高龄者的担心跟抗拒，事实上还蛮强的。高龄者有时候可能会有囤物的倾向，囤得乱七八糟的，可能还滋生很多那个蚊蝇、寄生虫、老鼠等等。 细厝市场对时代无友善，包括收租的稳定性、承租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是有严重订物件的习惯，加拢互厝主会烦恼。我们经过长者同意进到他的租屋空间，一打开门，真的相当的惊人，堆满了许多的杂物。其实呢，我们只能 大概走到这个区域，再往前走呢，我们必须越过这些瓶瓶罐罐。除了眼前的这些以外，抬头一看还挂满了衣物，老人家惜物，东西舍不得丢，自然也造成居住环境上面的问题。 累积的物件，甲原本就无看的空间占条条，要断舍离，煞唔知影为倒位开始。 我刚才还没整理，除非我要睡觉才有拿到门口这里。哦，那你平常怎么走到床边的啊？就是那个你都怎么走？分2次把这个东西蹲在门口，我就爬上去睡觉。 台北市内湖新明路一个公寓的地下室，计24间雅房，一个月租4000块，是出名的老年客机。住户订物件，甚至订到公共空间，不互当地里长头壳摸咧烧。 很多长辈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喜欢囤东西。他就觉得说，因为他们是在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好，所以他会觉得每一样东西，或许我还可以用得到，所以就会一直囤，一直囤。我们要把那个走道清干净，因为这个好危险啊，堆在走道上啊，尽量不要把东西一直捡回来啦。 解决方式，里长透过逐个月定期来访，甲社工清洁队合作来维持基本的环境卫生。 你要把它清掉，他不开心啊，他会觉得说，这个我可能用得到啊。囤物只是一个行为的表征，它背后一定有一些心理，比如说孤独感啦，对环境的不安全感啊等等的，那这个问题需要去处理。精神科的医生认为，若是理解订物件背后的原因，透过心理治疗，大部分拢会当改善。就算时代无这款的情形，伫咧细厝的市场，原来是世界崩壁。 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晓得这个样子的，老了才知道。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咱请这位67岁陈阿伯为细厝网站顶悬细厝试看卖。你有，恁有厝要租人是？我
今仔做学生而已啦。哦，你讲要做学生啊是哦？嘿。这样啊，老年纪大一点，你可以吗？哦，没有了，没有。没有是吧？哎，对。啊，你们最低是几岁？就是差不多40出啊。卡3通电话，但阿伯拢互拒绝。不是的，你不能去怪房东啦。我，假如今天我是房东，我也是我年纪大，我可能会还要例外以外，其他都几乎不会住了。时代洗厝无简单。根据2022年卫福部老年状况调查显示，65岁以上洗厝的人大约是18万，其中拄到洗厝困难的比例超过23%。以崔妈妈之前服务的房东来做一些基础的调查，打电话去说我是一个高龄者，我想承租你的房子，房东没有当场拒绝，愿意跟他再继续谈下去，或者是让他来看房子的，大概就只有45%。窗仔拍开看袂到日头，敢会当透开，甲厝内湿气小可较降。新北市永和这个地下室的雅房，就是80岁詹阿公住的所在。回来就这样坐着看电视，还是躺着看电视，要睡觉就睡，简单。房间有眠床甲桌下，会使讲已经无其他的空间。不过，这对无头路、逐个月敢若领中价收入、老人生活补贴的詹阿公来讲，已经是找真久，才勉强通好负担。啊，你这地回啊，不方便啦。哦，好像说你万一老，反正就是你就是我，你看我都80了。那问说我万一讲万一就对了啦，人家也怕怕。伊家己住上无30年，年岁愈来愈大，会当选择的嘛愈来愈少。就是说我能够活一天，赚一天，这样就好了。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想法，也都不想依靠小孩了，那小孩没有来找我们，我也不想依靠，就是。愿意承租户无亲友支援，独居高经济弱势时代，厝主坦白讲，心内确实有捌丢毒。麻烦呐、我朋友也是，他60岁以上他就不要，他就想到如果死在这里怎么办？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准备，我年纪大了，我就准备说全部要收回不租了，但是很多班没地方啊。他没工作，没有人收留。老实讲，没有人收留，我就也感觉到很可怜。我们也会老啊，对不对？连妈妈的厝卡有10几个拢是高龄者，伊家己嘛超过80岁，想要用心来照顾厝卡，煞嘛定定感觉吃力。我只希望我的房客呢，大家平平安安，对不对？好好的过晚年。毋是所有厝主拢会当用爱来接受时代，安尼是啥人要来实现时代对厝的愿望。你的社会住宅本来就要多优先给高龄者，因为社会住宅政府盖出来，应该就是优先协助租屋市场最容易被歧视跟住不进去的那些弱势的族群。到2025年2月底，全台包括包租代管在内的社会主体有17万户照主体法的规定，4成的比例优先提供给65岁以上的老人、身障者等12类弱势。数量大约敢若7万户，确实是真好照顾到所有族群的需求。中产阶级的长者的话，他可能是独老或是双老，那可能他的一些子女或者是亲朋好友都人不在他身边，所以他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整个行动能力越来越差的话，他可能需要搬离他现有的地方。除了协助弱势无厝的时代找到所在通住以外，伫咧湘北、桃园、台中，阁有友善换厝方案，替住伫旧厝的时代解决洗厝的问题。清空的旧厝交予包租来代管，换环境到生活机能较好、有电梯的主体。
免治马桶，对。有这样放够吗？这柜子这样？够了，老人家东西不多。新北市中和安邦社体，2025年3月底有22号换厝来住。但阿公甲恁阿嬷、阿阿母嘛是其中之一。我们看的差不多，就先集合喽。它这个就是少一个一。对。对新厝的选择，因是真认真，嘛充满期待。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年纪大了，我们住4楼，所以呢，在行动方面尤其是拿重物的时候，我们会不方便上下楼梯。参像因同款会当成功换厝条件，除了符合65岁以上的时代，名下敢若会当有1户主体，台北市会当放0到2户，不过旧厝就要伫2楼以上，时间超过15年的合法建物，大的时间社体时间上长6年，台北市会当延长到12年。以我们现在的年龄加上6年以后，就将近80岁。那80岁对搬迁对。要换房子搬迁这个，我们会有心理上的压力。他可以再申请，然后他这样一直申请，可以申请到住多久？这个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限制。大的年限会当看办事来延长，不过有不少申请户伫咧旧厝的审核刷卡掉咧。有违建的阳台外推啊、顶楼加盖的那个，有可能就会被限制住，没办法处理。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推出一些政策，总是要符合我们自己定的法规吧。优先换厝方案实施以来，到2025年3月，台北市释出24户，大17户；新北市释出40户，大伫要满。若桃园甲台中虽然无限制户数，不过实际来大数无到10户。为什么 KPI 是个位数的话，表示很多人都2脉是没有打通的？那我只能说，这个部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基本上就是做形象而已啦。什么叫做形象？我们现在很多有钱的企业团体，他另外成立基金会，他那个基金会都在做好事，那个算什么呢？我们是用逐步释出的方式，因为我们还是得把我们最优先需要照顾的对象先保障到之后，我们才可以来做更多的对象的协助。透过换厝的方式来做社体，全台加起来无到100户。除了房源等条件限制，是大人所为，敢会当适应新的环境，也是方案二执行的原因之一。有固定生活圈、生活习惯的年长者来说，比较难去实现这件事情。我们也曾经有遇到一些个案，他单纯他搬得很。他其实搬得不远哈，他只是从台北市的某一区搬到某一区哈，但是刚好有一些事情触发，所以就发生了一些忧郁的症状。现在是要爬到几楼啊？3楼，我们其实在3楼跟4楼都各包租了1整层的房子。其实他们这样爬楼梯其实也蛮辛苦的。对，所以其实。住在这里的长辈大概都是60几岁、70几岁，因为年纪再更大一点的，他爬不上来，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年关注社厝议题的崔妈妈基金会，2022年开始想要用优先利厝主的计划，期待会当替弱势社厝所面对的困境带来解放。我把它包下来了，依则我有权利决定我要租给谁，因为不是代管，代管的话就是房东决定他要租给谁。崔妈妈甲无执照的民间主体、社会主体，先租落来，搁再出租。对象是单亲、身心障碍或者是高龄者，甲出租的烦恼风险更加上低，免烦恼收无钱。管理卖结合社福团体资源，共同照护。我们大概加害州差不多设定在6、7千，都是可以申请租补，所以大概租补申请下来，其实他们自己负担的金额其实基本上都是趋近于0。这个走道其实我们那时候会收这个房子，也是因为它是有经过建筑安全的检查。那这一间它就是没有对外窗，那其实大概就是1个人居住，然后有一些小的生活用品，其实都还算充足啦。
因会替包租的厝确保基本安全。参像规层楼的厝骹，若是有高龄者，公共的疫情下就会加增无障碍设施。我们有提升的就是扶手，因为我这边其实蛮多是大概是65岁以上的长辈。像我们的社工会透过每个月来收租金，然后看看大家的状况。那我们也会在墙上都有留我们的电话。有时候其实他们这样的共同居住也蛮好的，因为室友之间有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就有个伯伯，他送医，就是因为他倒在地上，那其他室友看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民间的力量有限，目前这项计划嘛才差不多80个名额。我们这样的模式是一个可操作跟可行的。以崔妈妈的量能有限，35个人，你大概不可能全台湾都推这样模式。那我们期盼的是借由那个公共政策的一个倡议，把这样的政策推给政府。时代安居的困境，大的问题要安怎解套？即卖房价悬，互少年人厝买袂起，未来食老的时，恐惊阁要面对厝无通租。愈济岁人会愈济，就无钱当生活，流浪的愈济。脑有所记，现主时超高龄社会台湾，还阁咧找上好的解放。